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婷，2021年新年快樂！當歡喜的安尼福氣來了，又老大家見面了。第新屆人年呢，當然有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啊！第今日節目啊 ，Rita 為老大家介紹一個新屆客家音樂嘅創作者，佢哋去年2020年嘅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得到第1名，韓國獻唱最佳人唱獎哦。喺今日節目當中呢，佢來老大家分享佢發行佢個人人生當中第一張專輯，咪係客語專輯噃。呢條歌佢嘅歌聲來認識佢，細細來分享佢帶來兩首歌曲《杏花樹下》。回到這裡，所有的細胞，人人記憶猶新。多久不見你，你是否還想起我們走過的場景？你記得嗎？那片紅紅的無助，你記得嗎？我們走路回家的樣子，你記得嗎？那排紅紅而愛的房屋，陪着一棵梔子花樹。來來又嘻嘻，你見到山風風拍拍嘅花跌落一腳下。來來又嘻嘻，你見到山風風拍拍嘅花跌落一件蛋。I just hope everything with you goes alright. I just wonder if you ever remember that.是糖公夢，開到黏黏嘅花，也是糖公夢，開到黏黏嘅花，也是糖公夢，花樹開到黏黏嘅花。哇！掌聲歡迎黃巧英 Joey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巧英 Joey，東歡喜來福氣來了。大家好。哇！恭喜你哦！你發行你第一張人生第一張專輯，之前有參加青島比賽嘛？嗬，個中山發專輯，唔講你出來挑戰客家話嘅客語專輯喎。哦，其實我一直到現在，還是會覺得說自己的客話就是講得不是那麼的流利，所以一開始其實是壓力挺大的。不過從我開始，跟我的阿妹，然後一起學客話，然後用它來下客家歌曲，那慢慢的就是越來越認識我的客家文化，然後漸漸的就覺得越做這件事情越喜歡，然後越有成就感。越神奇。跟你細細時間喺大連哪？喺哪邊嘅客家人？我喺苗栗嘅頭份。哦，頭份。哦，頭份有講西嘢咩？有講開了哦。錯，我媽媽佢講海豐，我爸爸講西言，可是我從小談兩種不同的，我就會有一點就是蠻厲害，兩種你都可以聽得懂啊你哦。但是講的話是幾乎還是講四縣。啊，你講西言啊哈。其實一種專輯，除聽你做音樂，從其他人嘅音樂，個唱自家阿美話、母語話嘅音樂嗬。跟安尼做起人家講，本唔自家知道客家嘅認同，喺真正開始有認同，人家講認識下那層。剛開始其實原本不太敢去做這件事情嘛，那要真的很謝謝剛才那個製作人張三哥，他一直不斷的鼓勵我，然後
给了我很多的信心，然后一直告诉我说，其实，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从不会，然后慢慢要往会的方向前进的人。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当一个让可能不是客家人，或者是和我一样的客家的年轻人，然后可以也是让他们知道说，哎，你看你们也可以来了解客家话啊，然后来听听看不同的客家歌等等的，慢慢的就会可以吸引更多的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，然后进入这个语言里面。哦，嘿呢，当初你家从个新法术下，因为大家的法术下系蔡依薇先生，蔡依薇老师，蔡依薇先生佢创的，竟然因为一个新嘅法术下呢？因为我当时谈到法术下两首歌曲，你就知道这个歌词啊真的是写得很美，然后里面有写到一些，比如说做蓝山跟影啊，然后写到了一些客家里面很经典的一些画面，那我就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来当，如果是比如说喝中药的话，就是一个引子，对，那可以带领大家就是到一个客语很经典的，我觉得它已经有一点点像是童谣或是民谣的感觉，因为小时候合唱团也有可能会唱到这首歌。那呀，合唱团没有唱，对，呀就讲，人家讲就声音落来，向下来欣赏，因为佢幾隻音樂嘅無論係民謠性也講流行曲，個老幾幾百嘅畫面，會讓人想要更多的認識。對，呀，咩係你？因為安尼，認識喊那多客家歌誒，亞述歌嗎？嘿。哦，聽了這首歌，本你喊那多來認識客家歌。當然，就是也有聽過，比如說客家本色，或是 Simon 暗講，就是那種比較不像流行歌的歌。但是花樹下真的是我，應該算是我認識客語的，我覺得偏流行感覺的歌曲的第一首。哦，竟然因為安尼，嘅聽講愛來做客家嘅音樂哦，因為自家寫歌嘛，人家講同媽媽共下來寫歌。同媽媽。你寫第一首客家歌嘅嘛？哪一時間？哪一時間？想想，第一首歌叫《小星星》。那小星星其實是我在2017年的時候就寫好的，但是當時寫完的時候是華語歌，那後來在18年的時候，就讓媽媽給我想說寫寫看，把它寫成客語看看。那當時真的只是覺得好玩，沒有什麼太多的想法，然後也從來沒有想過說要來發專輯或是什麼。那寫完之後自己唱一唱，就發現其實蠻好聽的，而且我們家的腔調還是比較以四線為主。那唱給我台北的朋友聽，他們就說同學東腔韓文，東腔什麼粵語或是其他的語言，他們就說很好聽很像另外一個語言的歌曲。那我就也剛好把它拿給我的製作人聽聽看，然後他聽完就覺得其實好像是蠻好聽的，可以試試看，而且你的聲音唱這種歌曲，就是又有一種新的感覺，所以應該算是2018年就有了這個契機。幾當時人講這種人，張三佢就鼓勵你講愛來做客家嘅전시嗎？幾時就開始的嗎？他說服了我一陣子。其實我一開始我就說I'm gone，我就來做。對，一開始我覺得沒有自信去做。他大概跟我講了差不多有半年，我最後才答應。給安彥真製作人說服你，沒你去拜託這種人。對，我那時候就是比較，我個性會比較覺得，如果沒有很有把握，我會不太敢去嘗試。那他就覺得說，你就是你
想周了才知道，对，吃课呢，对。古时候记得这种嘢，因为这种嘢爱甘重咩？对。跟你乜嘅原因吼，就讲真的说服你，你讲好，我今天我来做客家嘅东西。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我们家刚好那时候有一个长辈离世，那个长辈在离世那一阵子，他就是因为他身体不太好，那他自己也知道说自己可能差不多了，那他就有跟我聊天，然后跟我聊我的工作，然后聊我的生涯的规划，然后他知道我很喜欢唱歌。然后他那时候也是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你应该要开始找青衣给文发，然后开始、对，他就跟我说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好，我就觉得这个话我真的是有听进去，然后我就、这个长辈真的很好，因为做地讲出你要来亲自家文化，有按你嘅想法啊，做一个作品是对你是很把你摆在心上的。他就觉得说，其实，我想到他我会有点想哭。他就觉得说，就是既然你要走，就是唱歌这件事情，其实，你去唱。比如说，像我以前很喜欢唱什么饶舌啊，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好玩，或者唱英文歌，但他就觉得那个都是别人的母语，那个不是你的东西。你会做自己的东西，对，跟你自己的歌词，对，亲自己的意义，对。好哇！第二位要感谢一位总批，因为其实每一句话都有佢嘅力量，让我哋看到一下教音错的一邊。好，我目前來出的哈，向大家拎一口茶。繼續進嚟 Annie 嘅節目當中來哦。大家轉到歡喜來嚟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喺節目當中來分享，來老大家講幾條第一種、行一種是幾冇簡單嘅來變成本口音。Joey 再次來歡迎你 ，Hello Joey。Hello， 真的不容易，對不對？因為發行專輯，各位做自家嘅母語，因為母語可能對後生一批來講，有的人可能佢冇講到按數。不過雖然有挑戰，是一個專門卡嘅路呢。你剛剛講到親自家嘅文化，對呀。後來，因為我的歌裡面有一首歌叫做《記下擺地心光度都像此天意》，然後就是比較兇的一首歌。然後現在我們都覺得，就是唱這首，就是在我講客家話這個過程中，然後家裡面的人也都覺得很好玩。那比如說像一開始。他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，他們就說：“你按用下按奇怪的歌呢？就說為什麼要寫此天意？”後來記得其實一首你有沒有寫按等你講的歌？對。那後來因為我媽媽她很喜歡玩那個誰是臥底那種遊戲，就是狼人殺那一種。然後我們就會一群小朋友，然後跟老奶媽媽然後一起玩。然後我媽媽叫瑞蘭。然後到比如說，如果是我媽媽，她可能差不多是我們覺得應該是她是臥底，我們就會說此天阿蘭記，此天阿蘭記，然後大家就會覺得，就是因為了我寫這首歌，然後現在此天你要反而一開始大家覺得很可怕，但現在就變成我們家的一個開玩笑的方式。係因為記得支持你吧？對，其實因為一般嘅家庭，香港講亞記法係做唔得哈，唔過係講氣氛變成很好玩，對，家庭情趣，就會轉換一個情緒心情啦。咁所以我感覺其實非常支持你來做嘢咯，做唔做想愛做嘅事情咧。咁所以家講到你下一個。嗰時大家就會本你一個暴力清新女生，按你嘅名嘅，你要係當清新當等一下。唔過頭前因為講暴力嚇，係因為下一言嗰啲都不時會講出心肝當中有的會冇爽快的部分，就是有一些很想要倒的垃圾會借由創作把它寫出來。對，就像
去下班的星光度独兄吃甜你。我其实那时候是被男朋友劈腿，那我自己的个性是属于那种，我竟然已经知道事情是这样了，我当时就假装很冷静，假装很冷静的说，那就分开就好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就分开，然后但其实心里面是觉得，对，懂干苦，对，但是情绪没有爆发，对，然后就想说该怎么办才好，后来就把它写成歌。那写成歌之后，我就会开始去想，那要不要上架，要不要干嘛，要不要干嘛，有什么规划？那借由这些创作的过程中。我那就忘记了，忘记那个不开心的事情。很赞哦！我知道你按你创作内容要动口，对啊，都希望生活动快乐动顺心。不过迄种读到嘛个无顺心的事情，你走的老亚的能量变成你的赢哦。对，就是让这些东西变成我的创作的能量，这样。讲我通创作的时节就有青岛当像。按你嘅声就有气音的感觉，对，呀，个音乐编曲方式，咪亲有韩国 K-pop 的感觉，对，係咪你唱歌同音樂有特別嘅搭配？剛好也是因為我自己的這個音樂製作的團隊，他們的確很喜歡 K-pop，對，那。一開始他們聽到我的聲音的時候，也是覺得，你其實很適合走一些，看 lo-fi 啊，看 K-pop 的那種唱歌的方式，所以他們真的當時是有特別的聽到我聲音的這個特質，然後在可能一些和音的部分，或者是比較。有一些聲音是會跟編曲合在一起的，那他們就會說，那給我一點氣音的感覺，氣音的感覺，這樣。而創作這種分別哈，它就是氣音、電音加氣音就變成電氣，然後營造一種有點絢爛或者是迷幻，有一種浪漫的氛圍，對，或者是有一點小小的慵懶，就是比較英文是比較 chill 的感覺，這樣。顧頌你自己知道這個就很貼近你自己嗎？對，因為我是一個蠻慵懶的人，我比較喜歡，我是一個會努力的工作，但是我希望心情上都是可以很 easy， 對的人。按你講來，其實就是人家說那個 work hard play hard， 是講你愛認真做事，認真做事，唔講你心情係。懂色彩嘅，好一鋪一鋪按呢，你就講到如果沒有把握，你不會出手。唔講你喺講走，你就會走，直往前衝嘛。對，按呢走。按呢，我相信你喺音樂方面做出冇窮樣嘅內容哦。鼓手太家講又暴力又清新，又電氣又浪漫，這好像有1、2、3、4四種冇窮樣嘅。感覺，交織在一起，完成亞種轉型。轉型名人都就係黃口音，就係黃口音，就本太家的，錯，就係黃口音。這個專輯名稱變成第一張的，向大家介紹自己，就會自我介紹嘛。TPAP 的轉型名含自己有畫圖，就是自我介紹專輯加上自畫像安內。其實我嘅專輯還沒有發行，但是我的自畫像我有自己把它做成就是可愛的小周邊，那也要送給 Rita。安子 say， 安子 say， 剛剛講還沒有發行嘅意思講，還蠻有實體嘅專輯，唔做得拿得數呵，唔過數 V 做得糖到咯，哈 Rita 沒有啲名錄項糖也數 V 哈，要確認一下，喊做一下 to Rita， 肯定一下，唔過你當初有冇懂到某種用的版本呢？對，當時我也是有一個。AMR 的一個主管，他剛好也是看我的 iPad， 因為我都是用 iPad 畫畫，然後他有一次就看到我竟然在畫畫，那他就說，我可以看一下嗎？我說好，然後他就看到這張畫，他就說，要黑慢影，他就說愛去嘎，然後他就說，你畫你自己，我說對，他說哪懂中醫蠟雜圖，然後我說，我就很開心，然後他就想了一想，他就說。
我们把它做成你专辑的视觉好不好？然后我就觉得当然好啊，因为我自己的专辑，我希望有更多是我自己亲手创作出来的东西。那他就说，这个就当做是听一种，那我们可以画很多不同的版本，但是都是这个表情。可是可能可以有不同的妆、不同的发、不同的衣服，但是人都是长这样。好，你刚刚的表情，表情黑马个意思？这个表情就是有一点。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厌世，但是又有一种我心里面有懂得嘅話愛講。睇下一下都會看到有冇洶湧嘅頭像哦，就特別講我要懂得話愛講哦。你再同大家介紹一下，中間還有抱着狗狗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是我的腊肠狗，我养的狗。等一下，这张画就是写给小星星的，因为小星星就是一束写 puppy love 的歌曲，老娘的宠物之間嘅當親密嘅關係，也可以說是那種純真的愛，初戀。是說懂筍嗎？對，懂筍，就是有一種初戀的感覺 ，puppy love。對，就是不求回報。那當時我就是抱着我家狗狗，然後就覺得這種感覺好適合寫成一首輕輕快快舒服的歌。那像這一張就是我的這次比賽的歌曲叫做《純素就秒都捏功》，那寫的是一個想要逃離現實的感覺。那我就畫了一個外太空，這樣。雖然說髮型跟瞳孔、隱形眼鏡不一樣，但是表情一樣是這樣。對，好可愛。嗰時有捌弄到無洶湧嘅圖哦，就會帶俾大家無洶湧嘅感覺哦。自家做得來做自家嘅音樂，還個畫自家嘅圖，我所以也動幸福誒。因為做出來就會特別很自家。對呀，就是我的小孩這樣就產出來的。對。就是你在做嘅動作後，你自家因為你平常就好畫圖，然後平常就喜歡唱歌，所以做這些就很自在，講嘅當初冇乜壓力哈，很快樂，很快樂，對不對？我頭前有聽伊唱歌啊，我想等一下呢個邀請Joey哦，唱歌俾大家聽，過來講故事哦，大家聊一下，繼續真係呼起來咧。9點就收嘞，10點10點就夠嘞，1點9點9點難聽嘞，非你不用點唔記得嘞。牛奶酒一個簡單嘅地方，純素就秒都捏功，運動跳舞唱歌。都好聽呢，我家聽你嘅音樂，我就想想，
我去到一个我清爽的一个地方，我爱吃到动词才快乐。这也是我当时写这首歌的心情哦，我就联动你的心情哦，动听呢。恭喜亚苏歌曲，我们系去年参加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得奖的作品哦。哦，当讲这拢是女亚苏歌曲，还现场有评审欣赏，而且是严志文老师。其实不是动态看听，其实讲你动站，还讲规个乐团都动站。我其实非常非常谢谢严志文老师。那当时他也有跟我说，因为我的乐团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在帮我，因为这首歌乍听之下其实很空灵感，但他们就说，我的 band leader 易安就说不可以，我们现场不能这么空灵，我们后面要有力起来，然后他就也花了很多心思在编 Q， 对编 Q， 然后告诉其他的鼓手啊、吉他手啊后面要怎么样啊，然后所以后来严志文欣赏，我上台领奖的时候，给俊nau来讲哦，你的整个乐团都很棒，然后我就直接哭了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对呀，哇，同赞美得到肯定，这也是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哦。对，就是我刚讲的，其实准备比赛啊，也讲走转系吧，都会有很多不容易。我从你们算是除了你自己动身嘛，身边人都非常支持你，他们都很鞭策我，还用打人，对，都支持你，啊，你送给你，啊，你就是去往前走，这样。啊，你懂幸福，懂就有一个团队，就是你会有一个好像有人在后面永远 support 你，你就做的。唔惊，你就继续向前行的感觉。对，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蛮害怕的，就是会有一点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吗？这样真的对吗？或者是好像我制作人好了，他之前就会跟我说，来，你3天交1首创作给我，如果我过的话，我们1个礼拜把这首歌做出来。哇！然后我就想说，但是我平常写歌可能都是1个月写1首，然后现在3天1首，我就会觉得很难，然后我就会写试试看，然后他听完他就说，这个词我不喜欢，这个曲我不喜欢，然后他就说再去写一个这样，然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觉得哇，我写不出东西了，然后我就躺在床上，然后这样躺了3天，然后我的弟弟他看到啊，他就会帮我端食物进来，然后就放在我的床旁边，然后就说你爱色给时间就去嘎声哈，然后我就有没有很好啊？然后就这样3天哦，然后最后我就写出了纯素就米亚多涅贡，然后我制作人听就OK， 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心情好，或者是你觉得很紧张，或者是任何负面的情绪，其实有压力跟时间，对，其实要好好的珍惜这些时间，因为它非常有可能会带给你后面更好的东西。我做的送你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话，就是这些看似为难跟挑战，都是化了妆的祝福。对，真也安呢。哇，鼓手感谢张三老师，感谢给鞭策啊，大台的地位，怎么行啊强地位？对，我之后见面都有耐心的，因为佢愿意安尼疼你。啊，这个不好，佢还会讲，这个不行，再去写，佢还要有耐心来谈。佢咪讲，我嘅时间都无贵，做唔得，我唔管佢批，佢咩安尼呢？用心良苦哦，用心良苦哦，好，咩所以人嘅贵人哦，好，今日嚟到節目當中呢，當然我咪愛透過節目，從做人嘅生活當中呢，揾到你有興趣嘅事情，俾所有嘅觀眾朋友，也做一個單元，請問你最喜歡嘅歌手係乜嘢？我們來快問快答，最喜歡嘅歌手係乜嘢？佢是有 update 咯，就會更好咯。Rita， 真嘅咯，真夠大，耶！這個高分過關。除咗唱歌以外，你嘅興趣係乜嘅？睡覺。所以嘛，你巴圖你講巴圖，你咪自己會巴圖咩？也是睡巴圖。聽日係水母，聽日係巴圖。
好羡慕哦，我没戏盆水了解。了解。好，T3，你吃到清大吉，觉得很挫败的一次演唱是什么时候？有一次比赛的时候破音，哦，好像是高中的比赛，破音。破音，不过我唐牙嗓，你给真假音转换，有时候那个破音是故意的，破完之后你就说也还技巧，对技巧的一种演唱的诠释的方式。结果礼拜有得分用的吗？就没有，就我跟你聊这种，就蛮丢脸的，因为是一个大破音，对不对？压胸起来，清神期哈，觉得很好笑，一辈子难忘，一生难忘。对啊，其实会觉得很好笑啦。哦，而且我现在是那种我可以自由控制破音的人。哦，还没走的嘞。对，就很好玩。有一天我们来做一个破音比赛。好，再来，你有没有给表演还不能吃到印象深刻的演唱？目前真的就是客语流行音乐大赛了。真的，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心无旁骛的，只想把那首歌唱好。哇，很幸福哎。那个时刻是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自己永恒的世界里面，很忘我。好，安尼恭喜，要恭喜得奖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安尼你创作的时间呢，有没有个特殊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可以帮助你创作？通常都是在我走路的时候写的歌，是我写的最好的歌。行路，对，行路，而且是晚上，然后会，因为我走路的时候，我通常脑袋是放空的，对，但是要走那种不会有太多车的地方才可以放空，然后我的状态会是没有想太多的事情，然后我写歌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月亮。对，所以我才会写出纯素就秒都年拱，因为那懂好看月亮，就会觉得有一种平静的感觉。可是你创作的时间还是喜欢那种平静的感觉。对，两清的时间，某出真一下不出来，就会往你面从红3页去下出一首歌。对，喜欢平静的感觉，但是写出来的歌不一定平静，有时候还是有点暴力。神奇。OK， 黑狗，你下歌的时间，你不创作的时候，你都在做什么？水墨老巴图，真的哦！我知道你是什么懂很疯嘞，就是你好像可以很自由的想做任何你想做。没有啦，因为下歌你没喜欢啊，冲我没喜欢啊，有时候会水墨，有时候会巴图，还是有工作的时候，把这个工作这些都去掉的话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巴图、水墨、聊。同舞，好，清明来唱你一本一下很有懂的好上一批年輕人嘅家音客家嘅創作，你有冇嘅花對佢嚟講？我真的是覺得不要想太多技巧性的東西，只要把專注力放在這首歌的製作面上，寫出一首好歌，製作出一首好歌。就算沒有什麼很大的功成名利，你也會覺得非常非常快樂。哇，也就係一下動快樂嘅作用哦。清明所有朋友一定懂好奇呵，啲哪邊做得聽到你嘅音樂？所有嘅平台像是 KKBOX、Spotify、Apple Music，數位平台，所有的數位音樂平台，目前都可以聽得到。好，給黑公大家想要拿到實體嘅東西，就請 follow 王巧穎、join 佢嘅粉絲專頁，就做得到資訊哦。今日非常感謝你嘅分享，感謝 Rita，安之謝，謝謝。好，今日非常希望大家嘅收看，等家下要上大家聽你線上來做運動，等你健康哦。希望大家長累了。